一直以嚟，藥油俾人難聞、刺鼻、老土、婆仔油嘅印象。紫花油大膽創新，成功顛覆大眾對傳統藥油嘅慣性觀念。憑藉多年從事藥油行業嘅經驗，許少文先生於2008年創立紫花油品牌，研製出蘊含法國薰衣草味精油配方嘅紫花油，能夠分層次咁散發持久宜人嘅香氣，確立清新而冇藥油味嘅形象。紫花油業務規模一直穩步擴張，銷售網點超過1500個，覆蓋全港各大型連鎖零售店、藥房及電商平台，深受年輕一代歡迎。紫花油積極拓展大中華地區及海外市場。2021年成為首批獲廣東省藥品監管局批准喺內地上市嘅香港傳統外用中成藥之一，並積極參加國際性行業展覽，致力將香港原創藥油推向全球。紫花油通過產品嘅多樣化、持續創新同埋嚴格嘅品質管理，成功轉型為現代化產品同埋個人護理品牌。我哋都透過高效嘅營銷推廣同宣傳策略，提升品牌嘅市場嘅影響力同埋滲透率。同時，公司亦都有專業嘅團隊對知識產權嘅維護同埋重視，令我哋嘅品牌競爭力得以鞏固。紫花油一直堅守專業製藥、創新求變、以市場為本嘅理念，將傳統中醫藥智慧融合現代健康觀念，並以消費者嘅需要為核心驅動品牌。我哋堅持香港品牌嘅精神，用創新同高品質作為品牌嘅核心價值，將花香體驗同埋現代生活方式融入喺產品嘅設計入邊，繼而去吸引年輕人關注我哋嘅紫花油。紫花油以品質至上為原則，所有藥油產品均通過中成藥註冊認證，生產符合 GMP 規範，廠房達10萬級潔淨車間標準。從原材料採購到製成品檢定，實施多重品質檢測，確保安全可靠。紫花油更先後推出花香味紫花油、紫花 C75 軟膏、紫花油驅蚊舒緩噴霧等產品，滿足市場需求，強化品牌競爭力。喺拓展業務嘅同時，紫花油不忘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喺環保方面，紫花油大藥廠制定嚴格嘅廢料同過期藥品處置指引，減少對環境嘅影響。疫情期間，紫花油斥資於本地設立口罩廠房，穩定本地嘅口罩供應，亦捐贈藥油及防護口罩予弱勢社群，積極回饋社會。同時，公司為員工制定完善嘅職業發展規劃，鼓勵員工持續成長，並協助員工平衡工作同生活。紫花油廣受社會各界認同並屢獲殊榮，先後獲頒香港名牌、香港卓越名牌，今年更獲頒香港名牌10年成就獎。多謝品牌發展局頒發香港名牌10年成就獎俾我哋，對我哋嚟講唔止係一個肯定，仲係一份責任，代表住消費者同市場都認同紫花油咁多年嚟對安全品質嘅堅持同勇於創新嘅努力。喺未來，紫花油會繼續堅守高品質同安全嘅承諾，同時推出更加多貼心嘅產品，回饋大家嘅信任同支持，令呢個香港品牌繼續發光發亮。